この番組は双子星三冠王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今天呢，我们2个主持人就要带大家一起来探索龙崎区。那晚上呢，我们再带大家去看美丽的空山系灯景，那就 Go！ 各位知道龙崎之所以为什么叫做龙崎吗？其实是因为龙崎这里的地形崎岖而得名的哦。那你知道在以前龙崎这里只有一种植物能够坚韧不拔生长在这里吗？是竹子吗？没错，这是竹子。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来到的是龙崎竹炭故事馆。在龙崎这个比较偏乡的地方，它最主要是产竹子、竹笋跟凤梨。我们就把竹子拿去做碳化，做成这些相关的制品。那每一根竹子经过的这些的制成，都要超过1个月的时间。竹炭最基本的功能，它就是除湿、除臭、遮蔽电磁波。那台湾围攻这个叫炭集，它有招财的作用，那是我们的民俗。所以过年的时候，这一支就是很受到大家的欢迎。竹炭片，它可以放在我们的饮用水，水里面释放矿物质、微量元素。我们饮用水会变成碱性水，这是老天爷给的一个礼物。我们在烧竹炭的时候，温度很高，它有一些那个蒸汽烟上来收集下来。那个东西最主要是杀菌、抑菌，它也可以当防蚊液。刚刚呢，我们在竹炭故事馆呢买了一个竹炭的冰淇淋，然后现在就来吃吃看。哇，超酷的，整个都是黑的。它其实有点被冻到，很像冰沙，就有点不太像冰淇淋。它有点像香草冰淇淋，像香草，但是还是牛奶。对，牛奶的。其实应该竹炭没有什么味道，可是它可能是就是会让它变成这种黑色的。哦，染色的部分。好吃，还蛮好吃的。耶！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龙崎区的牛埔里，那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牛埔泥岩水土保持教育园区。那经由182县道177就可以来到这里咯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看那边有什么。在整个牛埔农塘的景点，水土保持局设了6个解说教育点。依照不同植被与工法，区分成饮水思源、绽放绿洲、古色古香、生生不息、水中楼台、湖光山色等6个工法特色站，再配合沿路休息凉亭及各项解说牌，可以走走停停，体验人工与自然调和的美。今年的龙崎光节空山祭2地伏流，将从这种独特的地貌及水文出发，与动画师、艺术家合作创作，发想并转化关于在地及故事的种种，并与在地居民学校合作，一同在龙崎区湖心山公园夜晚的山林及街道间设置14件大型的公共艺术品，将这个偏乡的小镇中心营造为奇幻的艺术空间。
我们来到是第3站，奇趣创生新据点。然后这次呢，配合空山祭，里面也有许多在地的特色美食哦，然后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千元彩竹位于奇趣创生新据点内，刚好在龙崎古行山公园对面。因为空山祭吸引了许多人潮前往朝圣，附近还有竹滩故事馆、文衡店等台南知名景点。为了来吃特色美食，或来个悠闲的下午茶。一旁的竹笋与凤梨也是龙崎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。那我们今天的龙崎之旅就在这美丽的空山祭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